文化新眼界来看，这几档咱台湾有一寡戏出，亲像返校、咱甲恶的距离、通灵少女遮的，拢有白歹成绩。文化内容促进院即马甲民间合作，举办创意内容大会，要帮助咱台湾的戏出走向国际，杀去国外的市场。 家庭故事、工课场生活、推理剧情，要 LGBTQ 的题材，也伫咧开发阶段的原创作品。伫今年的创意内容大会，要甲侪国际媒体公司致接，若是有摕到合作案，文庆院计贴价提供上悬30万美金的国际合资合作鼓励方案。今天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起步。我觉得对台湾影视产业来讲，或者对全世界来讲，今年是特别的一年。我们跟金马创投文执行长，还有嘎嘎乌拉的林志杰执行长一起在这儿，就是要携手做一件事情，让台湾的原创内容能够攻占国际的市占率。 台湾有丰富多元的原创题材，像是故事小说、漫画、绘本、报道文学、诗集等等，望整合汇流出版作品，和来自台湾这个故事启动内容制作的产业力。那现在有文策院的一个支持，我相信这些优秀的这些企划应该会更放心。 投资者们呢，应该也会对于台湾的影视创作应该有更多的信心在里面。这届合作除了金马创投会议，也有台湾 LGBTQ 线顶影音平台嘎嘎欧拉拉，这个平台嘛是台湾头一个全球化 OTT 平台。目前已经有超过190个国家的会员有在使用我们的平台，这些内容跟这个平台属于台湾的平台往外扩散。 那作为一个有2个小朋友的同志爸爸，我觉得很开心，是活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国家，就是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，然后带着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气息，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把这样子多元的内容去创作。 文庆表示，今年有22个国家参加这场大会，海内外投资数量甲去年比加3倍，会透过线顶和创作团队直接商业的合作交易。记者杨淑晴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